在日前来去台南看老热，迎接台南400这个市政府联合3间台南代表性的上帝庙，并且邀请40间主要服侍先天上帝宫庙，伫市府的广场举办护国祈安大法会。40顶的新旧2000多人伫这个府城市区游街采街，真闹热。 推动优质的宫庙为目标，将台南40间服侍先天上帝宫庙串联做伙，共同举办护国祈安大法会，用这样的力量来保庇台湾。即间要利用台南400，要来为咱这个台南市来迄个祈福吼。过去府城3地播出门，这边大上帝庙离地为发挥出价，受到大家关注。庙方阁特别将服侍伫咧现林堂的先锋部长空管税和调关税，请等于到庙的准备护驾出巡。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府城开启灵游宫，300当来头一摆来到大上帝庙，庙方阁准备有纪念性的锁匙签下，要送予信徒保平安。来做这个文创商品，要和咱这个友人的信上带着来结缘吼。 采街游行的队伍伫咧西边广场，将40尊神明同齐请上讨，落下历史纪念会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